咱来看这亚当运的冰球项目，咱的台湾的虽然讲无通拼入总决赛，也毋过咧对香港的比赛当中，无论是攻也是守，拢有真好的表现。落尾是以6-1来攻赢香港。 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冰球预赛，前白衫的台湾队无缘晋级决赛。伫小组赛上尾一场比赛是对进前已经连3败香港。第一在前段，香港射门的次数较多，不过咱守门员齐祖廷，佮在展现动枪铁壁的防守，守甲正严，甲几粒射门拢挡来。伫第一节中段，台湾把握攻击的机会，先摕到1-0。这球也是张文年伫咧这一届比赛入的第2球。那球虽然有点突然。 但是进的时候大家都蛮 shock 的，但是还是带起了大家的士气，然后后面才会打得这么好。第一节剩3分钟，台湾各有攻势。伫门前，高伟霆接到队友的传球，反杆射门。到第2节中段，10岁黄文竹摕到球了，直接加速来到门前，闪过守门员了，射门提分。 黄文竹攻入个人伫这一届比赛第3球，无过了19岁张文伟伫咧2波攻势内面攻入台湾的第4加第5球。比赛结束，台湾6-1赢香港。就是很开心，大家可以打完60分钟，然后都是就是尽全力，然后打到最后一刻。台湾女子冰球队伫这一届亚冬运上尾成绩是第5名，奋战的精神，互全亚洲拢看到台湾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